那在 Google Play 搜索日本语能力试验，然后下载 APP， 把这个进去，这个叫 Play 商店 ，Play 商店里面 Google Play 这边下载，这边搜寻，刚刚有下载日本语试验，日本语能力试验。好像很迟钝的，然后按不下去呀、日本语能力试验哦，搜寻结果出现好多可以选，好多可以选嘛，可以学日语。在这边哦，按下去，然后输入日本语能力试验，然后按搜寻，哦，出现好多会学日语的人。安装好了，所以到程式库 APP 程式库里面去找。你看，我下载的是原万的日本语的，就你看它的样子是这样，按次就看下一页，按次就看下一页，按次下。哦，可以看很多内容，按次就可以看很多内容。上页、下页的这个练习习题。哦，你看内容这么多，言语知识，利用手机的APP 软体，然后来帮助学习。有言语的知识的文字语汇的，汉字读呢。现在的荧幕按不太下去，正常是可以按的啦。言语知识。练习问题，言语知识，有文字的了，语汇了，有汉字读什么？有文脉规定了，有言语换类语，有用法了，有文法形式判断，有主力文章的文法。内容理解，短文、中文、长文，混合理解，主张理解，情报检索，内容这么多，你看，学日文哦，用这个手机哈，你看，手机 APP 程式，听佛法 MP3 也可以啊，基督教的听那个圣经的也是用 APP 啊，换道也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连到那个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可以连到云端硬碟上的 MP3 资料夹，进去点按档案，立刻就可以听了。